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昨接受媒体的访问，伊讲伊宣布要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了后，太太就离家出走了。随后阁来讲一句讲。 军国大事后宫卖干净，马上就引发到真侪人对女权甲威权的议论，包括朱立伦甲苏贞昌拢来回应讲，家己唔敢讲即款的话。赖清德嘛，伫个面册发文章，讲家后唔是后宫，郭台铭无应该有皇帝心态。郭台铭一句国家大事后宫卖干净。 引发外界议论，会早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参加活动，嘛被问到这句话看法，伊笑笑回应：“我是不敢这样讲，如果在家这样讲的话，我就会被赶出来所以我想，这个各家的情况不同我是没有胆这样讲的啦。”同款唔敢得罪夫人的，也有行政院长苏贞昌。他比较勇敢，我不敢讲我太太是后宫。但是这段话持续发酵，行政院前议长赖清德伫秘书发文，写讲想要对贵党讲过心内话，认为无应该有皇帝威权的心态。太太毋是后宫，甚至特别标注尊重女性这款的字。刘毅王定宇嘛针对这段话发表看法，可以让外面的女性也是一个神明妈祖托梦你就要选总统，那你太太讲两句话叫做后宫不要干政这个我是觉得蛮有趣的。 无论是对女权，也是对威权的角度来议论，网络上拢有传出无同的看法。这当讲过党的应该想袂到，伊的一句话竟然会引起热烈的讨论。